時候，我都會準備一杯咖啡俾佢，一杯愛心咖啡。佢話可以幫我提神。諗翻起以前去讀大學嘅時候，其實身邊嘅同學甚至係教書嘅教授都會攞住杯咖啡。究竟咖啡有啲咩魔力可以令到人會精神啲咧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咁我問嘅咯。咖啡究竟有啲咩魔力？就由神經系統講起。我哋嘅神經系統由數千上萬嘅神經細胞組成，佢不停咁傳遞不同嘅信息。但係神經細胞又冇手又冇口，咁究竟佢點樣傳遞信息咧？佢哋就要透過個中介人。中介人，例如話我搭地鐵嘅時候。我係咪大聲同我入閘機講入閘入閘入閘開閘？佢就會開閘，唔會。我會攞張車飛入落去，入閘機認住嗰張車飛，我先可以入閘。同樣道理，如果話神經細胞佢需要個中介人，嗰個中介人究竟係乜嘢咧？原來就係一啲化學嘅物質。呢個化學嘅物質，我哋稱之為神經傳遞素 （neurotransmitter）。而且佢哋除咗呢張車飛之外，佢哋亦都要需要一張閘機，一個閘機。車飛遇上閘機，就係呢個就叫神經細胞上面嘅一個叫受體，叫 receptor 嘅嘢，就好似砌圖嘅兩塊咁樣，佢哋嘅形狀互相吻合，而且當佢一碰之下，車飛遇上閘機，咁樣佢就會開閘，神經細胞就可以傳遞不同嘅信息啦。咁究竟呢個同咖啡有咩關係咧？原來啊，咖啡入邊咧有另外一種嘅嘢，呢種嘢我哋都聽得多啦，呢種嘢就叫做咖啡因。佢嘅結構嘅呢一部分，其實同我哋平時呢一隻嘅神經傳遞素非常之相似。如果佢哋有相似嘅形狀，咁發生咩事咧？就會好似有一個細蚊仔攞張卡紙擺落去個入閘機入邊，哇！佢頂住我個位喎，我入唔到飛喎，但係個閘又唔開。其實個道理一模一樣。咖啡因呢一個嘅分子結構同呢個受體嘅形狀，亦都非常之相似。呢種嘅生物就稱為競爭性結合 （competitive binding）。呢種競爭性結合就會阻住我個位，但係你又唔俾我做任何嘢。於是平時喺個腦海，我哋平時攰，點解我哋會攰？係因為我哋嘅腦袋長期運作就會出現一種神經物質，就頭先揸住呢隻叫做 adenosine 腺苷體。呢隻嘢就會去佢嘅受體裏邊產生啲令我哋疲勞嘅信號，但係咖啡因就會頂住呢個位，令到我哋傳遞唔到呢種信號，我哋就覺得冇咁攰啦。當然，我哋平時都要作息定時，飲咖啡長期依賴都係唔得嘅。若果我哋亦都要保持良好嘅生活習慣，先至可以傾得上健康嘅人生。多謝。